乡亲啊，拜六就要投票咯。有关选举的假新闻是有够多，最近网络就咧流传，讲有政党会伫选票做卡手，会互某一个候选人的迄价特别高，只要选票一拗起来，就会误着第一那的红目水会变废票。佮讲这个选票一定要签名，无会变无效票。乡亲啊，这拢是假消息咯。来看咱的拍假特工队。 选战真激烈，网络上世界传谣言，到底是真也是假？这张截图写有政党无所不用，会记你一定爱伫选票顶面签名，才袂去互国家机器做掉，这是严重误导选民。但是根据选举法规，只有中选会认证可选的囡仔才属有效的。 只要你伫哪位签名，或者当手印，甚至是当家己私章，拢是属于无效票，千万爱记哩，并不是亲像谣言所讲的。另外一个谣言是中选会主委李进亮叫印票厂商伫2号等伊来所在印一张薄薄的蜡甲油，或者等伊来所在红目水挖多大，所以选票若一拗，容易火起变成废票。刻意的造假。 抹黑同时我们这个选票不是在中央选举委员会印制，而是交由各地方的选委会来印制。这个地方政府既然是有国民党的、有民进党、各党不无党的都有他们不会配合所谓的中央选举委员会有什么指示而来做违法的事情。中选会主委李进勇本人亲像火线反驳，中选会嘛独家互华视新闻翕这次准备使用的选票抓紧。 我们实际测试这一次总统大选的纸质和上一届9合1大选是一模一样的。假设缺选处盖了红泥，另外又再把它覆盖起来。假设不小心复印到的话，中选会认定这依旧是属于有效选票。另外，也有谣言，若靠选举证对出来，迄就是有国小选务人员做出无预警的换掉。之前若是无人监票，几箱票拢会被换掉，爱大家转团。 刑事局嘛已经逮捕4名恶意散布的人，分别约谈4位民众到案，都承认他们有这个散布以及捏造的这个事实，可能会被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3罪。中选会已经接到社群检举超过93件恶意的信息，即马嘛成立辟谣专区，全力防止。最后时刻，无要让选举活动失去焦点，侵害民主的可贵。